各位兄弟姊妹平安，感谢上帝稳定的引带，我今仔日会当代表咱教会拢一直有咧关心的台南新学院来各位兄弟姊妹请安。感谢咱的兄弟过去为台南新学院的大道关心甲奉献，愿上帝纪念兄弟姊妹对神学教育成功的付出。愿咱的主继续祝福伫咱的教会，咱同心来祈祷。上帝啊，请你开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心目，互阮会当望你。请你用你活命的话，互阮的心灵得到把助。有咱的祈祷恳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今仔咱要做伙来思考这段经文，记载着腓立比书3章13到14节。袂记后壁的事，得意头前的事；袂记后壁的事，翻做好好本，翻做袂记的背后。伫伊的文艺注解顶悬，并毋是疏忽来袂记的，伊的意思是要故意袂记的，袂记的过去的无好，甲袂记的过去的罪恶。毋若是安尼，伊阁要袂记的过去的成就，甲过去的德性。得意头前的事，好好本翻做努力面前，努力面前，伊原文里的意思是讲，拍拼向前冲，向头前冲出去。拍拼这个字有一个背景，伊用来形容当时代，罗马圆形竞技场内底赛跑遐个人的精神。因弯着因的身躯向前冲出去，头伫向前，目睭望着终点，迄种尽力赛跑的精神。最近发生上大的代志，也是新闻报道，一直有咧报道的，就是发生在日本的灾难。日本发生安尼的灾难，咱大家拢感觉真艰苦。日本需要咱大家关心、甲奉献、甲祈祷。也对日本安尼的代志，咱对内底也得到真侪学习。咱看到日本的民族性，在灾难中间，日本人依然真守规矩。查甫人替查某人摕物件，因在领救济物件时，大家拢排队排甲真整齐。便利商店甲真侪企业也开放因的场所，或者灾民来使用来避难。政府机关动员的速度也真紧，咱会当看出日本平常时的训练有素。对安尼的灾难，咱无法度抵抗，咱敢有法度祈祷上帝，莫有安尼的灾难发生。若灾难真正发生的时阵，咱嘛爱祈祷上帝，互灾难会使降到上低。日本虽然拄到安尼的灾难，但是我相信日本人也赢了全世界的钦佩。咱会当反省咱家己，如果当咱面对安尼的代志时，咱如何来面对？因为即届代志，我伫网络上有看到安尼的文章，伊讲咱无需要搁拍拼啊，咱也无需要搁欠钱啊，咱免搁努力啊。伊讲世界末日要到啊。这是一个无信仰的人讲的话，伊讲了无毋对，因为伊毋知影伊的愿望是啥物，伊嘛毋知影伊要努力啥物。但是各位兄弟姊妹，咱知影咱的愿望是啥物，咱若认捌咱所信的人是啥。每一人啊，拢有过去，也有现在，更到未来。未来代志安怎咱毋知影，即摆代志当咧进行，咱嘛毋知影。唯有过去是咱会当回忆的。特别是咱的生命经历过艰苦，还是经历过艰难，会使咱的印象更加清楚。将近50年前，也就是主后1960年，台湾出现有亚洲铁人，基村的杨传广先生参加着10项专联比赛。虽然伊得到银牌，但是比赛之前，伊犹原真愿望会当得到金牌。向称作非要的羚羊季景小姐，在1968年墨西哥奥运摕到田径赛女子跨栏的铜牌，但这代志已经真做过去啊，是历史啊。咱即摆努力面前，斯多保罗有理由袂记的背后，伊捌替用石头拍死斯蒂芬的人看伤因的衫，记载在《使徒行传》7章57到58节。咱也拢做过一寡见效的代志。但是因为咱的愿望咧祈祷，咱就爱袂记背后，
期待上帝帮助咱成长。所以，莫住伫过去的日子当中，颠倒咱爱专心咱即马甲上帝的关系。更加林捌伊爱知影你定得到赦免，会使过信心甲顺服的生活。因为你在基督内底受仰望的，你会当期待过一个更较圆满、更较有意义的人生。每一人的成功拢是有原因的，每一人拢有真侪历史，又或是伤心失意。但是的确有真侪人活伫过去中间，却有家己的过往所颠簸，回忆过去种种的困境。咱伫耶稣基督内，毋是安尼。咱来袂记几项事，因为这几项事会影响到咱信仰的进步。咱会当对这段经文中明白一项事，过去的咱甲淡掉，咱即摆要努力的是现在的目标甲未来的愿望。所以第一件，咱来袂记的，咱来袂记什么事？第一件，咱来袂记过去的成就。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捌讲过，咱无应该对后壁看。除非咱要对过去的错误中得到有路用的教示。有真侪人虽然愿意向前行，也愿意面对甲接受挑战，但是因一拄到困难也是失败的时阵，因就毋敢向前行，因为因转去甲过去的生活中，伫回忆中过生活，安尼的人生是无容易进步的。因为过去的事若是一直放在咱眼前，安尼伊就真有可能会影响咱即摆的生活。即马咱若是有成就，迄是一件足水的代志，迄是上帝赐予咱的，咱会当加参与上帝的事工。毋过咱要小心，成就会使咱骄傲，袂记谦卑。若是过去的成就，安尼咱爱将伊放袂记的。为何爱放袂记的一切成就？因为所有的一切拢会对着环境、对着时间来改变。风采不在，风光不在，美貌嘛不在。人一生拢有风光的代志。只是用倒一种角度去看待。有的人逐工活伫过去的成就中间，有的人淡看人生。在当时的犹太教加互因旧的观念，互因建立较早律法的约束，因的人性便受到阻碍。使徒保罗克服这试探的方法，就是刻意不断的袂记。按圣经的角度，袂记的意思，毋是对心思中来企图。伊是记着的相反词，记着是充满活力的回想，要将待伫历史中间的代志对过去带转来即马。保罗刻意袂记过去，是指这个意思。伊无爱互过去对家己的人生状况产生影响。伊有啥物样的过去？保罗有出生的优势，伊是罗马人。保罗是加百列门下的高徒，伊的学问真好，伊种种的成就。拢真有可能会含伫自悬自大内底，所以伊要强调袂记背后来努力面前。第二项事，咱来袂记啥物？第二项事，咱来袂记过去的艰难，袂记过去的啥物艰难？即摆社会是一个混乱的世代，伦理道德一定无去啊！真侪社会问题一再发生，真侪艰难，咱别人拄着真侪艰难，是别人无法度体会。甚至真侪不平、不公、不正，使咱对家己的处境过袂去。真侪人在一生当中会有坎坷的经历，会拄到汹汹的打击，亲人的分开，受到无缘故的侮辱。在圣经创世纪内底有一个人物，咱拢真熟，叫做约瑟。约瑟自细汉，伊的老爸雅各就真疼惜伊，甚至阁为伊做了一领彩衣。但是也因为安尼，伊兄哥们，伊兄哥嫉妒伊，甚至想要将伊杀害。尾来约瑟向袂去埃及做努力，在做努力的中间，阁去伊的祖母来陷害，使得伊来坐监。约瑟的心情，咱无法度体会。约瑟离乡背景，阁无法度甲上疼伊的老爸见面。约瑟坐监偌久，圣经内底无写着，有写着讲约瑟做宰相的时阵30岁。但是我家己咧想，伊可能坐监的时间是一个袂短的日子。但是约瑟并无留伫过去的艰难中间，伊袂记背后努力面前，伊要创造机会。当约瑟在替酒政解梦的时阵，约瑟提醒伊，莫袂记在王面头前提起伊，救伊出监牢。虽然酒政袂记这项事，但是当埃及王
搁一届做梦的时阵，酒正想起这项事。后来约瑟替埃及王解梦，又做了埃及的宰相，又救了因兜一家人。咱有几个人会当明白上帝的心意，明白患难会使带予咱什么好处？人一生无可能挂免事牌，拢会有困境、艰难、考验，又则是委屈。咱若无法度对这种种的艰难行出来，安尼咱的边仔充满的只是惊吓、不安、不平。人生就是安尼，运气歹，经济困难，生理失败，是破病、悲伤，心碎也是危机。人济少拢无法度避免。当咱拄到这状况时，咱会感觉困顿甲打击。但真正失败是当咱向拍倒的时，咱无愿意搁爬起来一届。首先，咱也知影，咱是有选择的。咱所有的艰难，也会当使咱痛苦，也会当使咱进步，也会当是绊咱脚的石头，也会当是咱的踏脚石。这苦难无的确互人感觉真艰苦，嘛无的确会当互人对中间看见新的机会。任何选择拢是你家己。如果你经历过破病、悲伤、财务损失、关系拍歹，又或是家庭的问题，感觉家己某一方面拢失败，安尼咱可能爱来接受一个事实：，敢是上帝要使用咱的苦难，帮助你成长，互你甲伊的关系更较亲近。你要求伊帮助你看伫这项事上，家己的责任是啥物？家己有需要改进的所在无？咱来求上帝赐予咱勇气，互咱会当尽家己的责任解决问题，互咱的生命会当更较成长。第三项事，咱要来铭记的是啥？咱来铭记过去的生命。明仔载更较好，所以我今仔拍拼，这是愿望。明仔载更较方便，所以我今仔休困，这是骗局。有的人讲等永远袂来明仔载；有的人当讲我明仔载有闲啊，才来读经。我后个月有时间才来祈祷，等后年事业有了基础，我才来做礼拜。等我有金钱的时阵，我才来奉献。等落雨天的时阵，才修理厝顶。又就是讲，等创业的艰难过去啊，我才找时间陪因啊。等年纪大退休的时阵，我才来信耶稣。伊讲，等我有机会的时阵，才来行善事。因对上帝讲：上帝啊，你等一下，等我对宗教有兴趣的时阵，我自然会来找你。这拢是消极的做法，是贫惰。一个真正放掉旧性命的人，毋是安尼。咱有信的人，总是准备钱要来奉献。爱慕者总是找时间来读经。辛苦者，伊随时拢会当觅到。虔诚的人，伫事业开始时，伊就坚持礼拜。爱厝的人，逐工拢要互家庭带来温暖。有智慧的人，抓着今仔的机会，就要来信耶稣。记载伫新约的以弗所书4章17甲32节，保罗提起讲，咱爱学基督，称上新人。保罗伫以弗所这张批的用意，毋是咧讨论教会的问题，保罗是咧鼓励信徒。信徒需要有智慧甲活力，这就是以弗所这张批的用意。保罗捌甲因同讲过，保罗也了解因。咱正做耶稣的门徒，咱有权利，也有义务，爱来过基督徒的生活。活出生命，荣耀上帝，而且咱爱听上帝的话，不断的改变。咱要安怎改变？咱要改变的是啥物？改变是咱爱思考，咱做安尼改变，敢有合上帝的意思？所以保罗劝这以弗所信徒爱褪去新人，爱穿上新人，而且爱将过去做一个了断，爱褪去旧衫，褪去旧的习惯，褪去那破衫。有一个真奇怪的现象，咱逐个人的衫橱内底拢有真侪衫，但是咱安怎穿拢是迄几领。咱介意穿迄几领旧衫，咱感觉迄几领旧衫穿起来，咱感觉较舒适。这是咱的习惯。但是在耶稣基督内底，毋是安尼。咱伫耶稣基督内底，咱爱褪去迄旧衫，穿上新衫。啥物是袂记过去的生命？咱要安怎袂记的？咱前咱所爱努力的，佫是啥物？在台湾有一个福音的机构，叫做晨曦会。伊的创办人，伊的台湾的创办人是刘明和牧师。刘牧师是香港人，伫伊真少年的时阵，在香港就开始佚佗帮派，甚至卖毒，
吸毒，也参加了所谓帮派的活动。后来伊含在毒品内底，无法度行出来。为了吸毒，伊啥物歹代志拢做会出来。伊真想要戒毒，毋过无法度。伊的妈妈是一位传道人，伊的妈妈想要挽回这个龙主，伊替老牧师祈祷10年。10年了后，老牧师终于信主啊！信主了，伊的性命得到改变，毒品也成功戒掉啊。但是当伊得到上帝恩典时，伊知影伊要袂记过去的性命，而且伊要努力面前，所以回应了上帝的爱，回应上帝的呼召。伊知影台湾也有真侪甲伊共款去毒品捆绑的人，伊就来到台湾设立福音戒毒机构。因为上帝的恩典，甲真侪教会的支持，即马台湾每一个县市会当讲拢有陈思会福音戒毒的机构，帮助了真侪人戒毒，也带了真侪人信耶稣。伫遮我也要做一个见证。我今年30岁出生在中和，在我19岁到20几岁中间，我就开始出来社会佚佗。我边仔的朋友，毋是帮派，就是兄弟。在永和迄个所在，暗时真闹热，遐有交警，有卡拉 OK， 遐有酒店。我逐工的夜生活，都是参加遮个活动。我边仔所有的人，拢是甲我同款背景的人。后来真不幸的是，我染着毒品。就是人咧讲的白粉，也就是4号啊。当我染着毒品的时阵，我无法度控制伊。当我陷入毒品内底中间，我啥物代志拢做会出来。我逐工目睭拍开的第一件代志，就是要来找钱、找毒品。我毋知影要安怎解决这个问题。为着毒品的问题，我的妈妈真艰苦。伊为着我来哀求我，莫阁使用毒品啦。但是我无法度行出来，靠我家己的力量。我实在无活落去的勇气，也因为食毒的关系，我来坐家3届。坐家并无法度帮助我戒掉毒品，因为在关的中间，我熟悉愈侪人，我伫遐环境内底学了愈歹。出来了，我认捌搁较侪无好的知识。出来了，我生活的环境无变，我悠然过较早的生活。当我感觉家己的性命拢无希望、拢无愿望的时阵，感谢上帝。带领我来到陈思会戒毒，在陈思会，我伫遐接受耶稣做我个人的救主。我印象真深的一届，是我向耶稣祈祷，我流着目屎向伊祈祷，求伊放落来我的重担，放落来较早做过遐无好代志的重担。迄天的经历真奇妙，当我接受这个信仰的时阵，我感觉我得到释放。信耶稣之前，甲无信耶稣了后的改变。互我改变真济。较早的我是一个讲话真尖锐，甲别人毋捌的人真歹相处的人。我找人的麻烦，看人袂顺眼。但是当我接受这个信仰的时阵，我即马学晓关心别人，学晓去爱别人。当我的陈思会戒毒结束了后，我知影我会袂记过去的性命，努力面前，所以我决心要甲家己奉献予上帝。我就报考台南新学院。我希望我伫遐接受装备。以后出来的时阵，会当真做上帝的工人，会当帮助搁较济甲我同款陷入毒品内底的人。而且我要来做一个结论：使徒保罗有真好的背景，受上好的教育，对旧约的历史背景一清二楚。但是保罗伊要袂记过去的成就，伊要努力面前。当保罗去主耶稣的光照着时，伊为主大发热心。世界去宣教，而且起造教会。宣教期间，保罗拄着真侪艰难甲困难，甚至伊的性命差一点仔就拍无去啊。但是保罗伊要袂记过去的艰难，努力面前。保罗较早是一个什么人？保罗迫害基督徒，杀害基督徒，加入敌对基督徒的团体。但是保罗伊要袂记过去的性命，努力面前。保罗是一个伟大的使徒。保罗写了新约13卷册，世界宣教，伊是咱学习的对象。保罗讲，伊的目标只有一项，就是认捌耶稣，认捌基督，亲像基督。伊的心内只有基督，伊要用全部的气力行向这个目标。各位亲爱兄弟姊妹，咱无应该互任何阻碍咱熟悉基督这个咱无应该互任何物件阻碍咱
认捌基督这个目标。咱爱亲像运动员受训的时阵，专心一致，单调一切有害的，会转移咱注意的物件。咱来努力，咱来袂记背后，努力面前。咱要努力的是啥物？咱来努力亲像耶稣，咱来努力传主的福音，咱来努力参与上帝的成功，咱来努力救济丧亡的人，咱来努力做社会服务的工作，咱来努力爱别人亲像家己，咱来一直努力，直到见主面的迄一天，咱同心来祈祷。有疼心佮爱阮的上帝，阮要感谢你，阮感谢你的恩典，会当互阮今仔日遮聚会。会当互阮来分享你的话语，请你用你的话来充满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主啊，请你会当互阮袂记的背后，努力面前，做上帝合你心意的代志。请你帮咱保守带领每一个亲爱的兄弟姊妹。阮来祈祷感谢，恳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